如果一個人好靚仔，但係佢得3cm，你就會覺得佢好快就好無趣咯。殘酷2選1，肥仔定係大隻佬？大隻佬。點解揀大隻佬咧？因為好摸啲。如果拍拖會揀肥仔嘅咁，其實大波定係大籮？大波。香港男仔普遍都係中意大波。可愛童顏定係性感野艷咧？性感啊，因為喺性感面前係不值一提啊！啲人話。每食一啖就肥10磅，定喺旺角裸跑一次就永遠都咁 fit 咧？裸跑一次。我自己係比較大膽啲。有錢但係一世都單身，定係有相愛伴侶但係好窮咧？有錢但係一世單身。因為愛情呢啲嘢係唔可靠嘅。我有錢，我驚我揾唔到愛情咩？超靚仔但係得3cm，定係床上好勁但係好樣衰咧？好樣衰，可以冚住佢嘅樣啦，因為樣貌其實比內在冇咁緊要。內在長度喎，深度啊嘛，長度同深度。即係如果一個人好靚仔，但係佢得3cm，你就會覺得佢好快就好無趣咯。